你是否曾经在醒来时觉得身体比昨天沉重，觉得比应有的状态更疲倦？是否纳闷为什么身体的感觉比驾照上的年龄还要老？如果我告诉你，对于成千上万50岁以上的民众来说，这种感绝不仅仅是岁月不饶人，而是肌酸酐 creatinine 升高和早期肾功能衰退的第一个无声警钟。早在医生提到洗肾这个词之前就已经响起了，你相信吗？大多数人都忽视了那种早晨微妙的沉重感，但这里有个你从未被告知的真相：肾脏损伤病不是从你感到生病时才开始的，而是始于你每天早晨做的那些微小事情。这些习惯如此平常，以至于你根本不会质疑它们，但它们却足以在你刷牙之前就将你的肾脏推向衰竭的边缘。虽然这听起来很严厉，但必须如此，因为等到症状终于出现时，无声的损害已经持续多年了。但这里有让你重掌健康主导权的好消息，你并非注定失败，也绝非无助。我是海尔医师，今天我要揭露10个简单的早晨习惯，从明天早上开始，在早餐前，在压力来袭前，在忙碌的一天将你卷走之前，这些习惯能帮助你降低肌酸酐保护肾脏，并减缓多年的隐性损伤。这些不是噱头或神奇补品，而是真实病患用来将自己从悬崖边拉回，恢复精力并重、长健康、控制权的科学选择。当你聆听时，你会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我们探讨的越深，你越会意识到，最危险的习惯竟然是你一辈子都以为无害的那些事。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可能是你经历过最重要的一个早晨。第一个习惯，从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因为你在一天开始的前10分钟喝了什么，既可以安抚你的肾脏，也可能在它们有机会恢复之前，就因过度工作而受到冲击。这也是大多数人不知不觉犯错的地方。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你的身体自然处于脱水状态，血液稍微偏浓，而你的肾脏就像2台低油量运转的小引擎，不停地过滤毒素。然而，数百万人一下床就直接伸手拿咖啡，以为这能给自己所需的提神醒脑。让我告诉你致命的故事。他是一位62岁的病患，想法也和大家一样。他非常爱喝晨间咖啡，甚至在床头柜上放了一台咖啡机。他的肌酸酐指数逐月攀升时，过各种方法似乎都没用。当我要求他只需将喝咖啡的时间延后20到30分钟，并改以温开水开启一天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8周内，他的肾脏指数稳定了，水肿改善了。他告诉我，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感到这么轻盈了。科学解释了原因，即使是轻微的脱水，也会使肌酸酐升高10%到15%。而且咖啡因会导致皮质醇 cortisol 飙升，收缩血管，使肾脏在最需要温和启动的时刻被迫更努力工作。所以明天早上在任何东西接触嘴唇之前，先喝满满一杯温开水或常温水，慢慢啜饮，温柔地唤醒你的身体，让你的肾脏呼吸。这很简单、免费，而且有效。但光知道这个点还不够，因为你接下来吃的东西可能会悄悄地抹杀所有的进步。如果喝温水是肾脏迫切需要的温和重置，那么紧接着你放在早餐盘里的东西就是决定能巩固。这种疗愈还是瞬间将其抹去的关键。这也是大多数人不知不觉自我破坏的地方。早晨真正的危险不是糖，而是隐藏的盐分，那种你尝不出来、看不见，也从不检查标签的盐。我曾经治疗过美秀，一位58岁的阿嬷，她认为自己每天的早餐都很清淡，2片吐司、1片起司，也许再来1小碗麦片。这听起来无害，
但当我们一起仔细查看标签时，它那份清淡的早餐竟然含有超过120毫克的钠基糊，占了它每日限量的很大一部分。在早上9点之前，他的血压就不断攀升，他的肌酸酐悄悄升高，而他却不知道原因。科学让原因变得显而易见，高钠会迫使肾脏留住多余的水分，升高血压，并增加脆弱肾源 nephrons 内的过滤压力。国家肾脏权威机构警告，每天只需减少1000毫克的钠，就能显著减少肾脏负担病，减缓长期衰退。这就是为什么你早晨真正的第一道防线是选择低钠的原型食物早餐，原味燕麦片、蓝莓、无盐坚果、无盐面包、配酪梨，或是用苹果和绿色蔬菜打成的果昔。这些食物既能提供营养，又不会让肾脏不堪重负。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如果是盒装、包装食品或者成分超过5种，请检查钠含量，因为它几乎总是比你想象的要高。但仅仅消除隐藏的盐分仍然不够，因为你在早晨最初几分钟的身体活动方式会完全改变你肾脏在当天剩余时间的运作功能。减少隐藏盐分是从内部保护肾脏，但还有另一个与食物无关的无声危险，那就是你在一天的第1个小时里没做的事。大多数人不知道，醒来后完全保持静止是减缓血液循环、增加体液滞留，并让肾脏在还没热身前就更费力工作的最快方式之一。我在65岁的退休教施德辉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每天早上他都坐在餐桌旁看报纸，直到中午几乎都不动。他的脚踝总是肿胀，肌酸酐不断攀升，而且午餐前就感到筋疲力尽。当我建议他在喝完温水后做一件简单的事，早晨散步10分钟，不需要剧烈运动，不用去健身房，只是轻微的活动和呼吸新鲜空气，他对此表示怀疑。但几周内，结果胜过任何怀疑。他的水肿消退了，血压改善了。他告诉我，他终于觉得早晨是清醒的，而不是拖着疲惫的身体熬过。科学强力支持这一点，即使是10分钟的温和运动，如散步、伸展或太极拳，也能增加流向肾脏的血流量，减少发炎，并通过输送更多氧气给那些辛勤工作的肾源来改善过滤功能。这不是为了燃烧卡路里，而是向你的身体发送一个讯息：我们醒了，我们在动，我们准备好了。所以明天早上走几步路，转转肩膀，伸展手臂，给你的肾脏应有的血液循环。即使是最好的晨间运动，如果你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防护盾，也无法保护你的肾脏。这个防护盾是设计来每天守护它们的你的药物，这也是许多人容易疏忽的地方。不是因为粗心，而是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在当下往往感觉是无声的、无害的，或者觉得没那么严重。我永远不会忘记秀兰，一位70岁的阿嬷，她做对了所有事。她每天早上散步，饮食清淡，保持水分充足，甚至练习冥想。然而，她的肌酸酐持续上升，血压毫无预警地飙升。当我们深入探究时，答案令人震惊。她有时会跳过高血压药物，仅仅是因为她觉得身体状况很好，但她没有意识到，每一次漏服药物都是对肾脏的一次无声攻击。科学对此非常清楚，研究显示，高血压和糖尿病药物服用不规律会使肾脏衰退加速数年，因为肾脏内部的压力居高不下，慢慢损害脆弱的过滤单元。而且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血管张力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 inhibitors 和血管张力素受体阻断剂 ARBs 不只是控制数字，
它们实际上像盔甲一样，保护你的肾源免受结痂，守护你度过每一天。这就是为什么按时服药不是苦差事，而是生命线。把它与早晨的习惯连结起来，刷牙、喝水、绑鞋带，让它变成自动化的动作，让它变得没得商量。因为每一颗按时服用的药丸，都是让你的肾脏保持强健的另一天。然而，如果你的心智在与你作对，即使是最强效的药物，也无法拯救你的肾脏。因为早晨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比不良食物或漏服药物更快损害肾脏，那就是压力。如果你处于战斗或逃跑模式，即使是最强的药物也无法保护你的肾脏。压力这种无形的力量，比不良食物、漏服药物或睡眠不足对肾脏的伤害更快。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早晨的压力有多危险。你醒来看手机、读电子邮件，想起一张账单，或反复思考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担忧，瞬间，你的身体充满了皮质醇。皮质醇不只影响你的情绪，它会挤压你的血管，使血压飙升、血糖升高，并在一天开始之前就将你的肾脏推入生存模式。我在60岁的会计师文雄身上清楚看到了这一点。他的饮食很干净，服药习惯完美无缺，水分摄取也很完美。然而，他的肌酸酐却不断向上爬升。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脑从未休息，即使在吃早餐时，他也在脑中盘算截止日期、家庭压力和财务担忧。他的身体生活在一种永久的压力反应中。科学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表明，长期的早晨压力会使收缩压升高10到15个单位 mmHg， 这足以加速肾脏损伤。即使是对那些做对了其他所有事情的人也是如此。但好消息是，解药很简单、免费，而且只需不到2分钟。深慢呼吸，吸气4秒，屏住气，呼气6秒。这会向你的神经系统发出信号，从恐慌模式切换到疗愈模式。它能扩张血管，降低心率，并瞬间降低肾脏内部的压力。所以，明天早上在被忙碌的一天攫取之前，静静坐着，闭上眼睛，呼吸，给你的肾脏它们应得的平静。但即使是最平静的心灵，如果你接下来选择的食物悄悄地给肾脏加载了额外的工作，也无法保护它们。早餐应该是为身体提供燃料，但对于数百万50岁以上的民众来说，它已成为一个未被察觉的陷阱，一个在没有任何警讯下推高肌酸酐的陷阱。大多数人认为丰盛的早餐意味着充满蛋白质的一餐，蛋、香肠、培根、起司或者厚厚一片奶油吐司来强势开启一天。但你的肾脏不在乎传统，他们在乎的是酸负荷 acid load 和之后被迫处理的代谢废物。让我告诉你淑芬的故事。她是一位64岁的护理师，她相信自己的早餐吃得很营养。每天他都以2颗蛋、香肠和奶油吐司开始，这感觉很舒心，感觉很正常。但他的肌酸酐值越攀升，他想不通为什么中午前疲劳就袭击了他。当我引导他转向以植物为主的早餐，燕麦片加蓝莓和奇亚籽，或是酪梨配无盐面包时，显著的变化发生了。几周内，他的肌酸酐稳定了。水肿减少了。他告诉我，他早晨的精力感觉年轻了10岁。科学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以植物为基础的早餐产生的酸性废物较少，能减少发炎，并显著减轻肾脏负担。研究显示，富含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饮食可以降低肾脏压力，并改善长期过滤功能。清淡以植物为主的晨间餐点不仅美味，
还能给你的肾脏喘息的空间。所以明天早上跳过沉重的蛋白质拼盘，选择温和、多彩且干净的食物，你的肾脏会为此感谢你。但光知道怎么吃还不够，因为在错误时刻服用一颗小药丸，可能会悄悄地抵消数小时的努力。这颗药丸是人们在早晨最常随手拿的东西之一，止痛药。对于数百万50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一天往往开始于关节僵硬、背痛或挥之不去的疼痛。这些疼痛感绝无害，似乎吃一颗布洛芬 （ibuprofen） 或拿普先 （naproxen） 就能解决。但这就是大多数人从未听过的真相。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 （NSAIDs） 也许能缓解疼痛，但它们会限制流向肾脏的血液，降低过滤功能，并引发无声的损伤。这些损伤可能在数月甚至数年后的检验报告上才会显现。我在61岁的建筑工人国强身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每天早上出门前，他都要吃2颗布洛芬才能撑过一天。外表看来他强壮能干，完全没事，但在体内他的肌酸酐不断上升。当他来找我时，他的肾功能已经下降了近40%。科学证实了这种危险。经常使用非类固醇消炎药会使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加倍，特别是对于50岁以上的人。最糟糕的是，大多数人从未将早晨的那颗药丸与他们下降的肾脏指数联系起来。其实有更安全的选择：温和的伸展运动、洗个热水澡、姜黄茶，或像莓果和绿叶蔬菜这样的抗发炎食物，可以在不伤害肾脏的情况下缓解疼痛。如果绝对需要药物，请与你的医生讨论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并使用最小的有效剂量。你的肾脏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别让他们在早餐前就打一场不必要的仗。但即使避免了止痛药也不够，因为对肾脏的下一个威胁根本不是来自药丸，它来自2个大多数人直到太晚才检查的数字：你早晨的血压和血糖。这些数字就像肾功能衰退的早期警报器。然而数百万成年人仅仅因为感觉还好就忽视了它们。但肾脏损伤不会等待症状出现，它日复一日的悄悄累积。看看建国一位59岁的卡车司机，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健康强壮，他从不费心检查血压，因为他不头痛、不头晕，没有任何警讯。但当脚踝出现肿胀，疲劳像一堵墙一样袭来时，结果显示他的血压多年来一直高的危险，无声地掐住了他的肾脏过滤器。当他来就诊时，损害已经造成。再看看惠美，一位63岁的退休图书馆员，他在床边放了一个简单的血压计，每天早上都亮。当数值飙升时，他调整饮食，减少钠摄取，并与我配合微调药物。他的肌酸酐保持稳定，不是因为他幸运，而是因为他有警觉心。科学以惊人的清晰度支持这一点。高血压是导致肾衰竭的头号原因，糖尿病紧随其后，在家监测数值的人，其肾脏疾病的恶化速度比不监测的人慢了多达30%。所以，如果你的医生建议监测，请将其作为早晨例行公事的一部分。一个快速的读数可以挽救多年的肾脏健康。但即使你追踪这些数字，早晨的例行公事终还酝酿着另一个隐藏的风险，一个伪装成健康事物的风险。对许多人来说，这种风险以草本茶的形式出现，它们看起来无害，闻起来令人震惊。标签上承诺排毒、净化或支持健康，但并非所有草药都对肾脏友善。有些甚至可能在一天开始前就将已经受压的肾脏
推入更深的麻烦。我在63岁的退休人袁丽华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相信他的早晨排毒茶正在帮助净化系统，他忠实地喝着，有时喝2杯，以为自己在对身体做有益的事。但几个月内，他的血压飙升，钾离子浓度攀升至危险区域，而且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当我们检查成分时，罪魁祸首很明显，甘草根和蒲公英。这些草药具有利尿作用，会扰乱电解、致平衡，并给肾脏带来不必要的压力。科学显示，像甘草根、巴西利 （parsley） 和某些排毒配方等成分，会升高血压或增加钾含量。这对任何肌酸酐偏高的人来说都是危险的。肾脏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伪装成健康饮料的突袭。所以，安全的途径是选择温和的草本，如洋甘菊、薄荷或生姜，它们能镇静发炎，帮助消化，并在不让肾脏负荷过重的情况下提供舒适感。务必阅读标签，如果听起来太强效或太具净化力，通常对肾脏来说都太过了。你不需要极端的排毒，你需要的是温和的支持。即使选对了茶，也不是最后的关键，因为最容易被忽视的最后一个习惯，可以决定你的肾脏是会愈和还是无声衰退。这最强大的习惯不来自饮料、药丸或一盘食物，它来自你在早晨开始的那一刻所设定的意图。事实是，如果你试图一次改变所有事情，我们讨论过的这些习惯都无法持久。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感到不知所措，太早放弃或退回那些悄悄伤害肾脏的旧习惯。我在金龙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这位67岁的先生走进我的诊所时，既精疲力尽又沮丧。他试图在1周内彻底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新饮食、新运动计划、新补给品、严格的时间表。几天之内他就崩溃了，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因为他试图用一次大推力对抗一辈子的习惯。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我们简化了。每天早上他只选择一个保护肾脏的目标，就只有一个。今天我要喝6杯水，今天我不吃咸的零食，或者今天我要走10分钟。每天早上一个目标。没有压力，不求完美。6个月后，他的肌酸酐稳定了，他的自信回来了。多年来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掌控了健康，而不是被健康所控制。行卫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专注于微小具体目标的人，比那些试图一次改变所有事情的人，维持长期健康习惯的可能性高出2倍。小胜利创造动能。动能变成一致性，而一致性变成疗愈。所以明天早上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今天的护肾目标是什么？这一个意图可能是你一直在寻找的转捩点。现在你知道了所有10个习惯，还有最后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决定了这只是另一段你会忘记的影片，还是你肾脏命运改变的时刻。你刚刚学到了改变我成千上万病患生活的10个早晨习惯。如果你还觉看到这个理，这说明了关于你的一些有利事实。你在乎你的肾脏，你在乎你的未来，而且你准备好真正掌控你的健康。我希望你清楚地听进去这点：保护肾脏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持之以恒。即使你无法立刻做到所有10个习惯，明天早上从一个开始就好。1杯温水，1份低钠早餐，片刻的平静呼吸，写在便利贴上的一个目标。小步骤创造大改变，而你的肾脏会感受到这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在你离开之前，为自己做件重要的事，保存这份资讯，以便在你需要提醒或动力时，随时回来查看。这些习惯只有留在你的生活中，而不仅仅是在记忆里，才会起作用。如果你想要更多、清晰、值得信赖，
由医师指导的建议来保护肾脏，降低肌酸酐病，在年老时保持健康。请持续关注我们，以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我会分享最新的医学见解、实用的日常惯例和科学支持的策略，帮助你避免洗肾，保护精力，并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独立。最后，我要送给你这一句话：肾脏问题并不定义你的命运，你不是无能为力的，你并不孤单。每一个日出都给你另一个机会去支持你的身体，重建受损的部分，并选择那些让你活得更久、更强壮、充满希望的习惯。你的肾脏正在倾听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